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爸爸过来看你。我没有爸爸，我也不需要爸爸。玉玉，你爸爸跟我说了很多事情，他想弥补你。我不需要。玉玉，爸爸，对不起你，我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好。但爸爸是真的错了。爸爸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。玉儿，原谅爸爸，儿子。原谅爸爸。爸，好儿子，好儿子。